顶回风台但啊是扫中南部回南阁上大雨，灾情是真严重。立法院今仔日就三读通过风灾特别条例，这中间预算600亿，予苗栗以南12县市使用。另外，这饮水50公分以上徛架，若有水解救助，依照特别条例，一户会当分2万块。达纳斯台风及728豪雨灾后复原重建特别条例制定通过。但那是风台甲后续大水雨算长苗栗以南甲东部，立法院会15制定三读通过。但那是风台甲728大水雨灾后复建重建特别条例，预算的规模为原来行政院办草案的560亿，提高到600亿，纳入农业、水利设施甲电力等真侪项重建项目，明定专款专用。我们中央补助给地方，这是要救灾的复建的这个整个复原重建的钱。一定要依照目的跟项目，不能够有任何非法的这个挪用。无论是嘉义、台南的民众，他们还住在这个帆布遮盖的房屋当中，在重建的过程当中，一定要秉持重塑的原则。特别条例甲特别预算施行期限到明年12月31日。不过，灾区复原重建项目包括农业设施、电力系统、自来水、甲私家燃气设施等9项，是施行到2027年12月31日。适用范围包括苗栗以南甲华东，拢总12县市适用。真久，无看到咱这届这么协和、这么拍拼、这么有效率的来通过这个案件。立法院嘛通过附带决议，因为水灾地区住户饮水的救助无受门牌一户计算，饮水50公分以上的，除了依照水灾灾害救助种类甲标准发放救助以外，依照特别条例，每一户发2万；若是有低收入户，也是中低收入户资格者，每一户发3万。行政院嘛承诺会遵守附带决议。记者采访报道。